墙上的线条，这个一点点，这些都是一点点，不要全照的。OK， 好。这一块要不要包？待会看一下。这一块我们早上拍这个镜头的时候是没有包，我刚刚在看。因为但是我们拍的时候只有这样子，对，这样不太到吧？所以也要像远的时候是这边是一团。再进来一点点 ，OK。